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我是林依婷。一座城市存在着各式各样的人群，当我们遇到与我们不同或是相对弱势的族群时，我们都应保持同理心，协助他人。台南市政府交通局近期增设了路口有声号志，结合手机 App 协助视障朋友过马路。有那个记得踩脚趾。往前移动31秒。好，可以了，可以了31秒。以前都是要听车流量的声音。那如果有这个的时候，以前呢、假设说我现在要过这个路口，然后我真的知道绿灯了，可是我不敢过，我真的不敢过，因为我不知道这个绿灯还剩几秒，宁愿花时间等下一个绿灯会比较安全。提示砖来再找一下，对，路口直线按进去。我觉得有声号志这个部分对我们来讲有很大的一个帮助了，因为我们全盲的话都要听那个声音的车流量嘛。那你现在车子都电动车越来越多的话，以后我们会更困难，更难辨识。对，所以说它整个路口资讯、路口的状况，我们不必再那么依赖车流的声音。那你觉得推导盲犬在协助你一般生活的时候，你觉得它给你的帮助是什么？它给我帮助很大啊，像一些志工，我现在所有帮我的朋友，他们都是因为狗认识的。然后第二就是行动变得没有很多的阻碍。对于一个视障者来说，他需要借由触觉的，或者是借由声音的部分的话，我们就会告诉他这个环境的可以让他吸收的资讯有什么东西。所以我们会在像刚才全盲的视障者，我是在他背后画一个地图给他。那这个地图呢，就是包含这个路口的资讯，还有他应该要踩到或者是感觉到的东西。我之前没有定向师的时候，我一直关在家里面，我不敢出门，就算拿在手上我也不敢出门。可是我定向训练以后，我可以直接靠手杖从家里面走去搭公车，然后搭公车回到另外一个老家。对啊，所以说定向师对我来讲就是长了眼睛跟长了脚啊。如果我们在路上遇到需要帮助的视障朋友，适时给予帮助，展现我们台南人的人情味吧。不过也要记得不要干扰或者是喂食工作中的导盲犬哦。让我们一起让这座城市变得更温暖。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6月18号礼拜四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钓鱼台主权风波不断，议员蔡玉辉、蔡淑慧甲李中琴，伫市政总质询都用过去民进党所提报道言论来对照现主席民进党执政。3位议员认为，民进党有嘴讲别人，却无嘴讲家己，所以议员邀请市长做回去钓鱼台宣示主权。议员蔡玉辉、李中琴甲蔡淑慧3个人的联合总质询，首先透过民进党批评国民党伫个执政时，伫钓鱼台护主权的影片，对照现在民进党咧执政，伫钓鱼台主权维护上到底做了啥物？议员批评民进党根本是有嘴讲别人，无嘴讲家己。你要求马英九总统站出来护主权，结果呢？你们现在因为看到是日本，因为你们现在执政了，结果你们却不敢硬起来，难道这个不会很可笑吗？各位来钓鱼台保钓，你看喏，阮总承杀一个吼邀请的啦吼，你看阮3个邀请你做回来，你来阮叫你做回来吼。我跟蔡委员讲过，我没有去那边钓鱼的计划。咱做回来无要紧啦，你看喏，咱卖钓鱼，咱来保钓先入主权。虽然会中市长黄伟提回应，伊认为钓鱼台是属于台湾的，不过针对最近日本的一连串动作，市长伫个接受媒体访问时嘛表示，主要是受到中国的影响。那这一次日本要去改那个门牌，加上间隔2个字，是因为因应中国大陆的这个
他们的海监船在这2个月里面，高度的、多次的、史无前例的进入钓鱼台海域，那跟日本的这个海监船跟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船来做一些这个对视，所以是两边都有把局势升高的情形。至于台湾要不要介入这个局势，我觉得其实是尊重国安单位的处理，这不是地方政府的职权。但是我个人对于宣示这个钓鱼台主权的坚持是没有变的。那至于宣示主权的动作，我觉得其实我们是尊重了。会中3位议员最后嘛摕到强府钓鱼台宣示主权的看板来送予市长，并且大声来喊口号，邀请市长强府钓鱼台来宣誓主权。光复钓鱼台，宣誓主权。台南新闻林根、张硕维采访报道。台湾保育乌面腊杯不但划设保护区，而且佫成立大港国家公园。不过最近却传出有建商准备伫生态保护区的附近兴建大型的度假村。议员蔡淑慧、甲李中琴就批评，这么大的建设案是毋是会影响到生态保育？认为整个建设案根本是量身定做，呼吁市府千万袂当独立厂商。议员蔡淑慧甲李中琴头壳绑着红色的布条啊！质疑民进党政府将甲财团共同来绑票，利用乌面腊杯来行销保育区附近大型度假村的开发。议员认为，伫个前市府时代办理四草游乐区的主要计划，伫通过细部计划发布实施以后，马上就有建商提出度假村的开发计划。议员认为根本是量身定做，加上该计划案的开发面积高达6点外公顷，而且距离生态保育区只有50公尺，未来污水的接管加排放嘛是一大问题，甚至质疑市府是毋是会有道理。保育建设界对我讲，3档就要完成。我讲这个霸气的话，咱市政府交保育建设有啥物关系啊？过去我知影啦吼，大清的就职，前一日你家去的公馆，报纸有刊出来哦，这毋是我讲的哦，报纸有刊出来，你拢知嘛吼？保育建设陈总统家去大清的伊的官邸去咧，我唔知道他咧创啥哦。听说前朝为了量身定做，帮这个易水台江减少他们污水排放的工程款，由这个打算想要把北边的均安路的污水管往这个基地面积慢慢的施作，慢慢的施作，让他们减少1公里也好，减少2公里也好，减少3公里也好，减少4公里也好，他们都可以节省将近1亿的工程款。这个部分我提醒你，如果未来水利局针对这个开发案为他们量身定做，把这个污水接管逐步的往这个基地面积延伸去施作，我到时候一定告你一个图利财团。邀集我们的相关水利的专业技师，还有我们的台江公园管理处等人员，会来召开我们这个水流管制计划书的相关的审查作业。所以目前还没有真正通过，还在审查当中，甚至他们有一些缺失，你们也在那个也提出来让他们修正嘛，对不对？是。所以可想而知，这个开发案是势在必行。到底是要选择高级的度假村，或者是保护乌面腊杯？3位议员希望市府伫个历史沿的留名，卖做绑票乌面腊杯的方向。对此，市长回应会审慎来评估。绝对袂独立财团。台南新闻林根、张硕维采访报道。台南市国际凌船锦标赛6月23号将伫运河登场，18号准照鼓励，由市长黄伟哲、议长郭信良加多位贵宾，伫岸边开大天后宫为凌船进行开工点眼仪式，祈求今年凌船比赛顺利举行。将要伫6月23号登场的台南国际龙舟锦标赛，今年也遵照鼓励，18号上午伫安平开大天后宫举办点睛仪式，由着市长黄伟哲担任主祭官，
议长郭信良、安平开大天后宫主委罗友礼、台七体育总会理事长吴志祥等贵宾担任陪祭官，伊为龙舟点睛开讲，同时也向妈祖祈求今年的比赛顺利来举办。今年的龙舟大赛应该是全台唯二或是少数有正常举办的龙舟大赛，总共有99队参与。但最重要的意义在于，龙舟大赛能够举办，是因为我们的防疫成功。成果获得了来自全国许多的龙舟好手的肯定，因为今年赛事虽然是比去年缩小，但是参加的跨县市的队伍是蛮多的，所以很感谢我们市议会各位议员大家的协助，还要感谢市民的配合，让我们防疫有初步的成果，那能够让龙舟赛顺利举办。那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谢谢。那划龙舟拼观光我们这也是我们的用意。但是划龙舟最重要是要遵循古礼的传统，所以点睛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们谢谢安平开来天后宫能够每年都来协助我们龙舟的点睛。那希望今年的龙舟点睛在妈祖的庇佑下，能够一切顺利圆满。市长也强调，今年的规模虽然相对较小，但是游览会做好各项的防疫措施。同时，比赛后洗手等工作也是要做好。我们规模比去年小一点。第二个，我们选手之间的这个防疫措施还是要做当然不能戴口罩，因为高运动量。但是因为选手彼此都认识那所以说这个实名制的登记是没问题的。第三个，这个比赛后都还是要做好这个相关的防疫措施，譬如说洗手，这点我们都要去好好去遵守。民众观赛其实户外的情形是还好，那我们也有这个设置摊位这个夜市的摊位，其实也都要求摊商做好防疫措施包括这个拉开距离这些东西，我们都避免人潮的拥挤产生防疫的破口，这点是我们会努力的。这届比赛也将专程伫电视来转播，同时为了响应防疫新生活，现场也规划了侪单位。但是也提醒民众，进场需要实名制登记，如果无法度维持社交距离，就需要来挂喙罨。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政府规划一连串的振兴方案，不过这个方案拢是为7月份开始。现主时到饭店业者配合振兴方案，率先推出每日大房买1送1的优惠，而且餐饮消费满1000阁送600抵用券，活动到8月底为止。伫个后疫情阶段，为了拼经济，不管是中央的振兴券，或者是安心旅游的补助，拢是7月份才正式开跑。而且吸引未少县市或者是商圈的加码。伫个台南大唐中央酒店，嘛率先推出平日大房买1送1，而且餐饮消费满1000阁送600的抵用券。这个促销活动呢，包括了住房，也包括了餐饮2个方面一起做一个优惠。那在住宿的这部分呢，只要你有3999元，就3999呢，我们可以先预定了双人的一个豪华双人房型，那再加赠你双人豪华房型的一个住宿券，也就等于4000块不到呢，你可以就是买1赠1，就是住宿2晚的意思。那在餐饮的部分呢，只要您是1000元，我们就送你600元，那就满千送600。那这600元呢，不论呢你是在酒店的那一个烘焙坊也好，大厅酒吧，或者是长园中餐厅，以及吃遍天下呢，在您的消费的金额超过了1000元呢，就可以有600元振兴套票券哦。那里头呢有200或者100的折价。您在使用上非常的方便。那还有我们有加码了一个就是全馆的一个抽奖活动，那就是因为我们也很确定了在台湾的60天的零确诊的一个本土没有一个零确诊案例，所以呢我们又加码了全馆的一个抽奖活动。那在抽奖活动呢，同样也是1000元只要您消费1000元就赠送了一张一个1000元的抽奖券。那1000元抽奖券呢在我们的活动开跑到8月底呢，都有机会让您抽得了所谓的我们的酒店的一个套房住宿券以及双人的一个住宿券。另外，为庆祝连续60天无本土确诊的病例，饭店对今日起到8月底，只要消费满1000，阁会用的抽奖，奖品有经典的套房、豪华双人房以及高铁车票等。
离境关伫开跑以后，饭店阁会有另外一波的优惠方案。台南新闻林跟张硕维采访报道。休困者马上回来新闻现场。跟我们一起走进阅读森林吧！我们将阅读分成6大主题。首先邀请到新时代作家杨富敏、江儿、李炳书、阿春爸、IG 作家，来到台南爱读册节目中与您见面。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读剧是一种直接将剧本念出来表演方式，让观众会当直接欣赏演员的演技，同时了解剧本原本的模样。这伫台南社区大学已经开课有9档的时间，这届因将要演出8档前的经典作品《国民公敌》。21号将伫大港文化中心登场，透过镜头先来看一段精彩演出。你想我会牵扯进那样的勾当里吗？勾当，没错，那会是个骗局，是个骗人的把戏，是个谎言。对于大众，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就是个彻彻底底的罪行。舞台顶的2位演员手里摕的剧本，看起来亲像咧排演，但其实因做的演出是叫做独剧。安尼的表演方式，除了身体的动作以外，声音也成为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同时会使让观众直接欣赏到演员的演技，也会使了解到剧本原本的模样。其实读剧很简单，就是拿着剧本读。那跟所谓的平常所谓的戏剧演出，就只是差他没有丢掉剧本，没有丢本这样子而已。那我们要不要走位，或是有没有音效、灯光，这个就是都是附加的。原则上就是拿着剧本读，所以到时候观众在欣赏的时候是会看到每个演员、每个同学，大家都是有拿剧本的。读剧班在社大开学已经今年是第9年了，是由杨美英老师指导的。然后读剧就是读原有的剧本，不是原创剧本，有国内的，有国外的，有荒谬剧，有什么剧。但是我们每学期读了一本剧，我们就会有一个就是看书的心得也好，然后我们上这个读剧课可以练习到声音表情啊，然后情绪。已经伫台南社区大学开课9年的读剧班，现在也将要举办因的公演，将要伫21号下午2点半伫台港文化中心来登场。这届所演出的作品就是1882年溥仪生的《国民公敌》，故事是由着一位医生变做吹哨者的故事，内容甲现在疫情也有相关联。让观众伫看戏剧的同时，也会使思考公共卫生的问题。我记录自己的名声和名字，听说他们都叫我是老欢，我相信欢是猪的一种。不过我不让他们这么叫我，我要活得清清白白，死得清清白白。那你打算怎么办呢？你会为我澄清的，汤姆斯。我。这一出戏里面的内容最主要讲的就是环境污染、公共议题、吹哨者、官商勾结啊，然后不法获利，然后掩盖事实真相，通通有包括在这一个剧本里面。也因为这个剧本是100年前的作品，所以因也将内容做部分的改编，同时邀请观众使用手机共同为主角的行为来评分。剧本是100多年前写成的，所以呢，我们在同学在台词的修正上有稍微做一点小修正，包括比如说它里面的英镑，我们就改成当代我们现在的新台币，所以整个工程花费可能就要2亿元。那再来里面的文件呢、信件呢，我们就改成用手机来传送，或是电脑档案来传送，然后包括剧场里面有一幕第4幕的公民投票，它本来是在大会堂里面的表决，那我们就邀请观众一起来跟我们做线上投票来表决史医师这个吹哨者到底是不是个国民公敌这样子。
社区大厦就是希望培养民众成为愿意用行动来支持各大戏剧表演的积极观众，共同来支持艺文活动。想要欣赏这场国民公敌的民众，嘛会使伫21号下午2点半到台港文化中心来甲因支持。欢迎来看国民公敌。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罗东部罗东列发展署分嘉南分署今年度的多元就业开发方案正式展开，将会举办8场说明会。其中获得相当成功的福建青年李进辉，当年雇用新疆朋友制作配料的产品，包括鸿海、台积电、甲中油等大厂拢是客户，一档的营业额超过1000万。福建青年李进辉配给工作室有20位，其中一半是肢体障碍者，虽然坐着轮椅，骹手不方便，但厂家却比一般人较优。每一件配料商品对剪裁、雕刻、染色到组装、包装，一切拢一手包办，而且这商品也当完全依照人客需求来制作。这是模仿关公的那个签名去做的，这是第一版的鲤鱼，然后因为民众就是喜欢，就是很喜欢，所以最后我们又出了第2代，就是撒金粉的。然后这些是比较客制化，就是写上客制化，就是客人可以选颜色，可以选图案。福建青年李进辉配给工作室员工对开始的4个人到现在20位，10活动内将来拢是共一批人，感情真好，就亲像一家伙仔同款。其实身障的朋友，他们除了行动不方便以外，他们的手其实是非常的灵巧，而且他们特别有专注力，所以他们在不管是在设计或是做工上都非常的精细。因为迄阵我就无空闲啊做啊，怎做这道，做这道。我希望我这人会做啊体有意志。福建青年李进辉申请多元就业开发方案甲培力就业计划，分署总共补助76人次的人力投入配料的工作，不只予新疆朋友有头路，嘛带动台南配料产业。我们分署补助了大概76人次的这个人力来从事皮雕的工作。那不仅让我们身心障碍朋友有工作，同时也带动台南皮雕的产业啊。那目前不仅可以自给自足，而且也越来越畅旺啊，是我们多元跟培力很成功的案例。分署多元就业开发方案，每人补助分嘉南各民间团体大约300个经营人力，对今年开始到8月31号受理提案申请。后续嘛将伫分嘉南各地办理8场的说明会，民众迄个团体若对着多元就业开发方案有兴趣，买当上分嘉南分署的网站查询。台新闻综合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好天，有时在份的天气，温度28度到33度，落雨的几率有2成，海面边管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是6级。感谢你收看6月18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